你拍 video 你講嘢，哇！你拎佢唔起啊！呢隻啊？哇！大隻我哋嘅 video 你講嘢啊！呢隻你介紹下佢啊！呢隻哇好重啊，7斤幾喎！我搞佢唔掂啊！呢隻叫皇帝蟹喎。皇帝蟹未見過呢隻喎。哇！呢超巨型喎！哇！喂，嗰個蓋大過你個頭好多喎！哇！嗰啲青邊包，哇！大佬你啲青邊包就咁蒸。哇！好厲害，好厲害！哇！哇！你又嚟玩，拎上個頭度比下喂！哇！大過你個心口，喂睇唔到你個心口，真係打橫大過你心口。哇！好厲害，好厲害，很厲害喲！玩夠啦，玩夠啦！哇！真係未見過呢隻皇帝蟹。應該就唔係好硬嘅，根本啲蟹而家好鈍㗎啦。啊！你話一上咗水，你深水㗎嘛？依家上咗水，佢已經唔係好喐，唔係好。喺澳洲嘅呢隻。啊，澳洲㗎，喺南極嗰邊㗎嘛。所以佢而家佢就先點係唔喐嘅，即係一離開咗水太耐咧，佢就係。因為我平時我都劏嗰啲阿拉斯加蟹，但我話你見你咁重咁嘢就真係唔容易劏。根本老實講呢隻蟹咧，如果你話講食咧就唔係。嚇？食就唔係咁好食呢隻蟹啊。嗰個啊，即係佢個係嗰個特色咁解。特色啊係。哇！隻片。係。我斬咗你乜都唔得先。學嘢啊！哦，26啊！使唔使知唔知啊？要啊！我哋香港停一停先唞一唞先嚟，所以我哋咧好少去澳洲，澳洲人咧亦都好少去加拿大。一個喺北半球，一個喺南半球咧，太遠啦，太遠啦，好辛苦啊！搭飛機要攞人家根本冇貨，我機又屈住又會死㗎啦，我留住。個咁啦，呢個老闆就14個鐘咯，有自己咧，自己1個鐘啦。呢啲咩蠔嚟㗎？呢個係生蠔咯。有即係又係澳洲生蠔。剝咗佢2個點啦，咁就定啦。而家攞去嗰啲。揭開個裏邊唔知有冇膏啊！哇，要揾2個人啦嗱。而家1號1隻。1號俾佢俾酥同埋薑葱。斬得到嘅，應該斬到啦。好似仲有攔住咯，好。哇，後生仔好嘢，力的表現。哇，睇下啲膏先，嗰個鏡頭埋去 zoom 下啲膏先。哇，啲膏啊！哇，犀利！哇，睇下啲肉。
说呀。都係8隻腳。咪8隻腳啦，8隻腳一個幾？係啊，一定係8隻腳。等我俾佢哋出去，俾佢哋睇下。这样这削断，削断中间。这条比较好看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等下就放这边的时候，然后那边你要分3哦。再大只，你就编错啊。我不要分再3吧，你这样分3，不要分3哦，分3这样这个也太长了。你要分3，一开始就要分3，这样改起来会很丑。啊，你手对啊，东西。你要这样子斜切。所以要分3，你要分3啊。太长。这样斜切，另外你怎样切？你要这样就这样子啊，一根断而已啊。可是这太大了。你如果对前面这里，如果你要分3，这前面要变很小啊，这么大。这斜切呗。对。斜切斜一点。点。对。这个太硬了吧？我好像现在有手好酸哦。那是不行啊。那个也不行。太硬了吧？靠点了，要点。手扭到了。所以要分3哦。分3。开3条。开3。这样嘞。斜一点，你又变直的。那么斜。对呀。这个有没有？啊，这样我马上下去。最卡的对吧？我。那你要洗一点。哎呀，那3贵，那3贵了。今年啊。到今年。写不到我吧？
蟹蟹膏不能煮是因为怎样？太臭。臭，不要。这些都是不你知道吗？有味道吗？那个你要蟹膏，我们那个辅助应该有，那再退订。要忘了再退订。